他懲教計劃，包括囚犯監管試釋計劃、監管釋囚計劃同埋釋前就業計劃。而年青犯人同埋戒毒所嘅吸毒犯喺刑滿後有1至3年嘅法定監管期。喺懲教機構入面，紀律固然好重要，犯人喺機構內同釋放後都會接受善後輔導計劃，積極協助犯人點樣建立人際關係同再次融入社會作出準備，亦同樣重要。我哋會充分解釋喺機構入邊嘅生活規律，讓犯人明白。而犯人要為刑滿釋放做足準備，再次踏足社會，往往係最難嘅一關。以個別或小組方式輔導犯人係一個指定課題，咁樣可以鼓勵佢哋認識犯罪嘅原因，並且幫助佢哋重新評估自己對社會嘅責任，同埋本身喺社會上嘅角色。處方好重視年青犯人嘅職業訓練、教育同埋性格培養。